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国家统计局4月16号公布了咱们中国经济第一季度运行的成绩单。说实话，一季度这些数字可以说是有喜有忧，不仅有这个亮点，当然也有大家所关心的这些涉及到我们自身的隐忧。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份刚出炉的中国2026年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GDP 一季度同比是增长 5%， 因为去年的时候咱们调低了目标，今年是 4.5%， 有的说是 5%， 那总之是 4.5% 到 5% 之间。那结果今年的成绩单一公布就是 5%， 那也就是走的是上限，说明怎么说，这是超预期啊，而且比去年4月4季度还加快了 0.5个百分点，并且也高于国际一些机构和媒体的这个预测。你比如说路透社、彭博社，他们预测的是 4.8%， 本身他们预测 4.8% 就有点乐观，结果你一下 5%， 是不是就是超预期？这个不是小数字，尤其是地缘政治发生动荡，特朗普抓了马杜罗，特朗普又送走了哈梅内伊，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霍尔木兹海峡至今通行状况还堪忧，导致供应链、导致各种贸易受到肉眼可见的影响。但是数据的背后，外强内弱的格局依然明显，消费疲软，房地产拖后腿，就业压力大，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些更能影响咱们体感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宏观方面这个数字还是依然漂亮，但是微观的感受那依然是糟糕，这就更加让人感觉这个就分裂。或者我们说通俗一点，一季度的开门红，也就是这个数字 5.0 的 GDP 增长，那是相当亮眼。但是牛马韭菜感觉到是更加焦虑，压力大。如何理解宏观经济的开门红和牛马的开门黑，这么大相径庭的这种感受？首先我们看一看 5% 增速的含金量，也就是亮点，咱们不能否认的，就是这些 5% 是怎么构成的，说明什么问题。初步核算，一季度 GDP 是 33.4 万亿，按不变价算，同比增长 5%， 环比增长 1.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是 3.8%， 第二产业是 4.9%， 第三产业是 5.2%， 服务业是主力，但工业生产明显提速。官方的解释是主要宏观指标增速回升，新动能快速增长，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但同时它也摆出了隐忧，是外部形势更复杂，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基础仍需巩固。也就是官方他也不觉得 5% 这个 GDP 就高枕无忧了，依然官方也认为隐忧还比较大。对比来看，这增速比2025年4季度的 4.5% 快了 0.5个点，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算是亮眼的。所以说我们节目里面经常说咱们是第二大经济体，要论增速，那在全球那都是首屈一指。你这么大的体量，你还能保持 5%、4% 的增长，这个确实的，一方面是宏观的这个数字它的增长，一方面是微观，大家越来越累，这大家需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纽约时报中文网、BBC 等媒体都注意到，这是美以伊朗冲突爆发后首个公布数据的经济体，5%超出预期，也就是美西方对这个 5% 这个数字都是非常羡慕。制造业韧性是关键，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随后把全年中国 GDP 预期分别上调到 4.9% 和 4.6%，也就是搞得这些海外的这些机构连忙修改它的这个预测数据，也往上调了，了不得了，第一季度就开门红，超预期。当然含金量也比较高，因为这个不是水分堆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玩意不是你自夸，你自己一说 5%， 外界都质疑。它现在不是这样的，它是海外这些机构它都认可，都认为是超预期，所以把他们的预测都要往上调。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比4季度加快 1.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扭转去年全年负的 3.8% 的负增长，也就是它去年是下降的，固定资产投资去年下降，但是今年一下就拉出来了，转正到 1.7%，
这个还算了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拖了后腿。如果把房地产扣掉，不算房地产的影响，那我们一季度这个固定资产投资是增长了 4.8%。再说 CPI 涨了 0.9%，PPI 降幅收窄到负的 0.6%。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上是增长 4.9%， 实际增长 4.0%。这些数据叠加，名义 GDP 增速接近 4.94%， 平减指数连续12个季度负增长后明显收窄，物价回暖信号清晰，给人感觉好像通缩压力也小了。但是这个咱们通过统计局给的数字，其实也知道这 5% 实际上是政策加出口加新动能3驾马车跑出来的。这里面就是春节错月效应，还有一个政策前置发力，也就是为了迎接开门红，很多政策从去年4季度就憋住了，都憋到1季度，把全年其他的能挪的都挪到1季度，这叫政策提前发力，前置发力，为了搞个开门红，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再加上换新，以旧换新，贡献了脉冲式的这种内需提振。具体的这个 5% 里面有哪些亮点，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也有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工业生产，这个叫新质生产力成最大引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1%， 装备制造业是 8.9%， 高技术制造业是 12.5%， 所以制造业这块就是立下汗马功劳。这里面最主要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更快，这两项分别快入整体工业 2.8 和 6.4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贡献近 50% 和 32.6%。 具体就是说高技术制造业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3D 打印设备增加 54%， 锂离子电池增加 41%， 工业机器人增加 33%。 你看这都是高端装备。高技术产业投资 7%，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航空航天、信息服务等子行业都是双位数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制造业投资增长 4.1%，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亮眼。这就是咱们在最近直播和节目里面一直说啊，年轻人你刚毕业，你要知道哪儿有钱，你想方设法往哪儿靠，哪怕扫地都要去人工智能的公司去扫地去，你当保安你都要去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去当保安，那机会都要多一些。你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些数字，你就知道钱在哪儿，你就知道你要有目的的往那个方向去。你远离这些有钱的行业，你去那些萎缩的行业，那你说你去了，那就是卷，你卷还转不到钱，压力越来越大。那你看这个增长都是实打实的，都是 50% 的增长啊。当然这个都不是巧合，这都是政策为之，政策在引导。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不能跟大势对抗，政策在往哪儿引导，那你就往哪儿去，那儿有钱。15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的结果。现在要搞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集成电路、电子专用材料增加值大增，绿色转型加速，光伏、电池、新能源车出口高增。所以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机构指出，1季度工业强势推动宏观稳健，高端制造景气度高。老百姓感受比较强烈的、比较直观的就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这些新事物或者新产品产量爆棚，产业链上下游就业和收入跟着水涨船高。这就是国家的数据告诉你。所以我再一次呼吁年轻人，你别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你想方设法的往人工智能行业靠近，那儿水深，那儿有钱，那儿正在大力投入。中国制造业产级升级不光是量，更是质的提高，全球供应链地位进一步巩固。虽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但是中国依靠多元化来源、电气化加战略储备，韧性扛住第一波攻击，就是第一波冲击，那靠你的这个实力和韧性能坚持住。第二个亮点就是外贸出口，海关数据显示，1季度出口包括进口保持双位数增长。尽管3月出口放缓，但整个第1季度那是非常亮眼。哪些东西出口？你看看，又是高端的芯片、汽车、机器人这种机电产品出口创新高。2月28号爆发的中东战争，虽然扰动了霍尔木兹海峡，但第1季度出口依然韧性十足。这个原因一是提前抢出口，加多元化市场，
第二个是新能源机电产品性价比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以前是靠那种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鞋子、服装这些东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机电产品，也就是性价比越来越高、附加值越来越高的，即使油价波动，替代效应反而凸显，所以支撑了咱们出口啊。所以第一季度出口简直是亮瞎眼睛，超出很多人的预期，机会巨大。全球需求疲软时，中国反而能承接订单转移。这亮点三就是投资这块止跌回暖，固定资产投资是 1.7%， 你要知道2025年第四季度是负的 3.8% 呀。基建投资是 8.9%， 制造业 4.1%， 民间投资降幅受窄，就是民间投资还是在下降的。所以说这个数字是靠政府又是专项债、各种债发债来投资。你别管新数字，反正它投资这一块它拉上去了。那至于投资后面好坏是吧？有没有效益？是除了带来 GDP 增长之后，是不是还要买单？那这个先不管，我们先说它的亮点，它靠投资它拉了一把。当然了，投资也分投资的结构，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具购置，这个是增长了 14%。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步推进，反内卷政策压低，就是压低效产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加速，这关于投资。那第四个亮点就是物价温和回升，通缩压力略减，这个咱们以前节目也介绍了，这个是由大宗产品、原油价格上涨等等导致了输入性通胀，部分抵消了通缩。CPI 是 0.9%， 扩大了 0.4个百分点。PPI 降幅受窄 1.5个百分点，3月的 PPI 还转正了。二季度，对吧？有望结束连续负增长。企业利润1到2月是增长 15%， 居民收入中位数 5%。这一波回暖提振了微观主体的预期，这就是4个亮点，这个不能忽视。但是跟我们普通人密切相关的反而是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宏观经济非常亮眼，但是具体到个人，你感觉到越来越焦虑、越累，压力越大，失业。这就是宏观数据和微观这种体感的巨大的差异，那简直感觉就不是在一个世界。那有哪些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消费内弱，就是内部弱，这都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零数据仅 2.4%， 也就是 GDP 是 5%， 我们零只有 2.4%， 也就是大家在继续勒紧裤腰带，就是不花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 比4季度快 0.7个百分点，但低于2025年的一季度。2025年一季度还是 4.6%， 也就是2026年一季度就除以2，这么个概念，就是增速。最主要的是3月份，这个3月份社零只有 1.7%， 比市场预期 2.2% 还要低。也就是大家想象一下， GDP 增速超过大家预期，亮眼，大概快了，但是社零就反映大家花钱，社零低于大家预期，大家预期的3月份是 2.2%， 这机构和专家，但是3月份的社零只有 1.7%。 你看这个数据就恰恰反映了微观和宏观差距。微观就到我们个人感觉到不好，那就不花钱，勒紧裤腰带，反正就是不花钱。所以一边是 GDP 高速增长，一边是韭菜玩命的勒紧裤腰带，你说问题出在哪儿？对吧？这都是统计局的数字。商品零售是 1.5%， 餐饮是 2.9%。 你说这个商品零售那降得更厉害，餐饮是 2.9%， 你跟 5% 的 GDP 比，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搞餐饮的是都在关门，大家也能看到自己家楼下，首先以前是欣欣攘攘的街道，现在都是旺铺转让，都是在关门，根本租不出去。几个能租出去的地方也是城头变换大弯旗，是吧？隔几个月的门头就换一下。为什么？你看数据告诉你了，餐饮只有 2.9%， 商品零售呢更是的，大商场都没人，商品零售只有 1.5%。 当然了，这个服务零售 5.5%， 这还可以的，好歹比 GDP 也高啊，服务零售。但是网上零售是 8%， 网上零售增速还是可以的 8%， 但是它增速也在下降，以前都是10%几的增速，网购什么直播带货这些电商以前是10%几的增速，现在已经增速也不行了，只有 8% 了。耐用品、家电家具下降，汽车第一季度汽车消费下降 12%， 这是内需。这个汽车行业涨了是因为它出口多了，国内它反而在下降。
你看不就是韭菜不买吗？韭菜买不起，该买的买了。建筑装潢就装修下降了 9%， 一季度。当然了，通讯器材涨了 23%， 文化办公涨 15%， 金银珠宝涨了 12%。 那么汽车为什么下降这么多呢？家电为什么下降这么多？主要是这个跟以旧换新退坡，以旧换新这个政策补贴跟不上有关。最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预期偏弱，这是主因。收入预期偏弱，那就大家就不花钱呗，馒头加榨菜，反正大家都想明白了。3月消费实际表现低于市场预期，这是财经网报道的。财经网近日对12家国内外机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对3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速预测均值是 2.2%， 但实际上只有 1.7%， 所以说低于预期。财经网他说，在开学季新品发布等因素的带动下，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消费同比增长。刚才说了，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文化办公为什么多，是因为开学，这都是季节性的。这还文化办公用品增长 15%， 不是说内需增强了，而是它纯粹是季节性的，开学季嘛。在出行类商品中，随着春节后需求回落，3月服装鞋帽类消费同比增速下跌 3.4个点，主要由于地缘政治冲突推高国际原油价格，石油及制品类消费由下降 9.7% 转为上涨 0.1%。必需品中，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消费增速分别季节性回落 9.5%、4.6%， 升级类消费表现持续分化。随着金价震荡回调，春节后需求降温等，3月金银珠宝类消费同比增速回落至 12%， 但仍保持2位数增长。化妆品类消费同比增速提高 3.8个百分点至 8.3%。 这是财经网它的报道，3月份社零同比增速低至 1.7%， 一边是 GDP 高速增长，一边是社零，这个增速不停的创新低。问题出在哪儿呢？首先一个就是就业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困境之二。刚才说的是内需不振，社零不行，第二就是就业了。还是财经网的报道，一季度就业压力略增。在就业方面，2020年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3%， 与上年同期持平。不过3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 5.4%，连续3个月上升，为2025年3月以来最高值。当月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 5.3%， 录得2025年9月以来的最高，显示就业压力边际上升。外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3%， 低于本地户籍劳动力的 5.4%， 但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较高，录得 5.7%。2020年3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 48.1 小时，与上月持平，为2025年3月以来最低。春节以后是不是网上大量的帖子报道，社交媒体上大量的这些内容都是反映就业难，是不是？头条都是什么网易，这个什么的抖音，就字节跳动，还有什么大厂裁员，有的是一锅端。不要说咱们国内了，美国对不对？甲骨文，什么亚马逊，现在连摩根士丹利它都在裁员，一裁这好几万。咱们这边也不示弱啊，纷纷都在裁员，大家都觉得累。你这边 GDP 是 5% 增长，那边在裁员，就叫无就业繁荣嘛。现在越来越这个现象。那你说大家没有就业，没有收入，没有收入拿什么消费？所以你看内需就弱啊，社零就弱啊，这就是这样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在就业这一块正好验证了大家的感受，这个是完全一致的。你看它这个就业都是录得1年以来的最高值，失业率越来越高。第三个困境就是跟房地产有关系，房地产仍是最大拖累，投资是下降 11.2%， 销售筑底缓慢，新开工、施工、竣工面积均2位数下降，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 10.4%，销售额下降 17%。 虽然一线城市二手房小阳春，二手房价格环比改善，
昨天咱们节目都介绍了，但全国库存高，开发商资金链紧，居民购房意愿弱，贡献率下降16%，就对 GDP 拖累 GDP 约0.6个百分点。有很多房吹，很多中介，很多媒体说楼市回暖了，楼市稳住了。实际上，通过统计局给的这数字，无论是房地产的投资，还是库存，还是销售，无论是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还是竣工面积，全线都在下滑，都没有改善。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都在下降，所以房地产拖累，那也是事实，也是板上钉钉的。第三个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实际上，从3月份的出口就能看出来，3月份的出口这个也就是断崖式下跌。但是怎么说呢？它影响是短期的，一旦中东战事结束，它很快会恢复。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影响了4月份。到现在战事还没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基地，中国要大量的，先不要说石油了，商品，咱们要大量的商品要出口到中东，科威特、伊拉克、沙特、阿联酋、巴林这些国家都要送到那港口。结果你现在革命卫队把那海峡一封锁，你集装箱货轮都过不去，你大量的卖到中东的东西就耽搁了。还有我们还有向东盟出口。你像东盟出口，东盟是再加工，你往东盟出口的东西，东盟加工完了之后，它还是卖到中东，一样的卖到美国、中东。但是只要你卖到中东的，都是要走霍尔木兹海峡，结果都受影响，所以导致我们不仅向中东的出口下降，你像东盟的出口它也下降。东盟是从你这进口东西去，大体上进口半成品去加工，还是要卖到中东去的。所以3月份咱们出口是下降非常厉害，但这个恐怕是短期的。外部地缘风险叠加。中东战事下行压力在2季度显现，虽然扣一影响有限可控，但3月对中东进出口转降，出口放缓，油价高企，运费保险暴涨，供应链中断，已传导到实体。路透社这个说，如果冲突持续，全球需求疲软将制约中国出口。有很多机构，比如说东方金城。还其他一些机构预计2季度中国 GDP 放缓至 4.8%， 理由什么？理由是一个是基数，2025年2季度基数也挺高的，高基数，那这就是负面影响。第二个是出口回落，再加上中东的拖累，也就是说，有机构认为咱们2季度的 GDP 就到 4.8 了。海外机构比如说野村证券、高盛、瑞银，他们对咱们1季度的数据总体超预期，但内需弱，外需强，仍在加剧，这就是结构性矛盾。消费地产继续承压，所以说总体观点基本出一致，出口大增，投资发力。投资是因为这个叫靠前发力，所以你看经济发展3驾马车，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出口确实是高质量，什么机电产品出口占大头，新能源汽车出口目前是这样，它占比越来越大，出口这一块还高速增长，所以出口没问题。加上投资它是靠前发力，各个地方政府开始把今年1年的这投资想办法都挪到1季度去，来个开门红。所以你看这2项一下把 GDP 就整上去了 5%， 但是难以掩盖消费疲弱，这消费是越来越弱。消费疲弱的根本原因不就是韭菜收入低吗？韭菜没钱吗？韭菜找不到工作吗？所以说2020年1季度这种宏观热、微观冷这种现象，它不仅没有叫缓解，反而还加剧了。这就是我们当下的一个真实情况。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微观的体会，你自己想一想去。反正宏观经济就放在这儿了 5%， 出口也是大幅增长，3月份是有所下降，但那是伊朗战争导致的。投资也进去了，所以这宏观数据非常好，但是你自己感觉怎么样？这种能不能持续？包括由于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的这种物价有所改善，这种叫输入性通胀，实际上它是起副作用啊。这种输入性通胀导致大家更不消费，你加不起油，那你就少加油呗，少跑一跑，少开车，实在不行就骑自行车、坐地铁，不就这意思吗？你可以涨价，那我可以拿脚投票，没钱，这个是垄断产品，汽油、柴油。那你说类似于这个牛奶这些市场化的东西，你涨价别人不涨，那你就完了。所以厂家不敢轻易涨价，不涨价
它上游原材料在涨价，那它的利润就被吞噬，扛不住了就关门，一关门就业又少，这叫输入性通胀。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首先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先不说，这个能不能持续，也就是说这个出口高速的增长，这个会不会受到欧盟、美国等等这传统的消费大国受到他们的抵制，是吧？他们又要加关税了，或者又要反倾销等等。你从我们外汇收入也可以看出来，这咱们顺差越来越大呀。欧盟的这些官员，包括德国欧洲这些官员到大国来都会提的，这种不可能长久。也就是你疯狂的给我们卖东西，完了也不从我们这买，这不就顺差吗？这咱们顺差越来越大，那能不能持久？所以这要打个问号。那特朗普不就是恼火，不就恼火这个吗？他为什么老要加关税？他就认为你卖给我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不买我们的大豆，不买我们的农产品，不买我们的石油。所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外贸这种高增长能坚持多长时间，有没有可持续性，这种单方面的这种顺差，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就更有意思了，政府靠前发力这种投资，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咱们买单。又有多少个像山东临沂莒南县农业基地花7个亿，这就是 GDP， 这就是投资。但问题是他投完之后你这钱怎么还，谁来还？还有黄河特大桥、奸闸大桥，这都是 GDP， 这都是给那 5.0 做贡献的。那问题是这玩意这都是投资，所以这些我很难说从这些上面我们看到说经济就好转了，大家日子就好起来了。这你要从这几个方面你去看，还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所以我看有的专家，比如说马官员解读这个经济又拐点到了，又是拐点，往哪儿拐了？先别急着说拐点。当然了，我们不能不说外贸它增长总比它下降要好，但这个难以持久。政府主导的投资还是要精细化，你要以产出来考核，要不你搞那么多老干部疗养中心，这个广场上的反僧耶稣树有什么用呢？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